现在体重是越来越增加，我们看到选手的身材也是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魁梧，越来越魁梧了。从动作这是印度选手，蓝色是越南徐勇，他同样也是基础重心。哦，印度选手一个胳膊的倒条是非常的明显。从今天晚上的比赛，印度所有的运动员来看的话，我们看到还是印尼的动作不是特别的很细腻，但是从力量上，包括摔法上来讲呢，比赛的比赛。那最近的印度有一出很出名的电影，是的，是不是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？是不是印度在摔跤上呢有非常好的优势呢？好，又一次抱摔，应该是先后倒地。那么虽然是他使出了摔，但是还是他被扣1分。他不是说明他膝盖有伤吗？是的，那膝盖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，有些保护一下。看到印尼这位选手能打到头，是。首先呢，身高高过对方，臂展也长过对方，感觉抗击打能力都很强，而且面部没什么表情，感觉不出他有些示弱的感觉啊。那么这个在第一回合结束了，那么是集主之一，然后这个帮他们做好后勤工作。我们看到很多中国队选手，山东、河南会是这个武术之乡的大省吧？当然，广东也算是武术之乡的大省之一，尤其是佛山。佛山也出了很多武术名人，李小龙啊、叶问呐、黄飞鸿啊。我们看到漂亮！印度选手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视，不可小视。等于是刚刚把越南选手很少会出现ขา击或者是其实我有摔疼的感觉。漂亮！哎，这个越南选手双脚站。用了一个巧劲儿，这个往上选手走下，抱腿摔，就把对方摔倒。漂亮！在抱下潜的时候用了一个侧闪。有的时候我们看散打比赛，好像更执着于还是注重打击效果。对，打击效果。你把对方如果是打击的有点不舒服的话，你的进攻。哦，那么是越南选手和他的对手的胜者。好，也恭喜这名越南选手。我康教练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徐勇的情况，好吧？徐勇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运动员，他是夺得过世界冠军。